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8月21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108年的新课纲将要启用，不过内面竟然予啉酒开车的前原住民立委放入高中公民甲社会教科书当中。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要求台南市政府出面将伊撤换。同时，请教育部全面清查有争议的教材，维护教育的中立。议会国民党团成员包括书记长蔡玉辉、王家珍、林彦竹、洪玉凤、加罗坤福等多位议员，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针对108年新课纲教材将伫2礼拜后正式上路。不过内面却有真侪执政党的政治人物成为学生学习的教材。其中甚至嘛有招这的政治人物放入高中的公民甲社会课本当中，因此议员要求一定要撤换。一个招这的人放伫教科书、公民教书里面，我感觉很严重的伤害吼，那也对这些学童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这个要做典范，应该马上撤换。我今日恁党团站出来。严厉的谴责这种课纲不当的课纲，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一张白纸，我们要让他能够很健康的发展，是没有立场、没有政治立场的。不管是过去台湾的民主发展，或者是任何事情，我们都应该详实的呈现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所以不应该是选择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杜撰，我觉得非常遗憾，这样子的一个课纲标准置入到我们的孩子的脑袋里面，这个显现说教育没有中立。今天这一家书局的朋友们发声明，他们的讲法是说，过去国民党的时候，我们也讲一堆国民党，公开拍摄几类我们什么党都不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的公民与社会到底要传递什么给我们的孩子？会中每一位议员手揢所办，谴责执政党利用国家的机器侵入教育，违反中立，而且这份教材一用就是10档。议员认为，政治人物不一定是袂用的替换，要求编教科书一定袂用有政党的色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在地议会监督团体台南新芽2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因的诉求是议员爱透明问政，希望地方议会向国会学习。现场有新生代议员李宗翰、林义莹甲沈振东到场相听，希望议会会当动起来。对民间监督团体出发的台南新芽21号上午召开记者会，民间团体认为议会监督市政。不过，民选的民意代表如何对选民甲市民来交代，嘛是每一位议员的责任。因此，要求台南市议会应该要动起来，用国会的标准提升自我的要求。除了每一位议员积极的来做这个自己的宣传之外呢，市议会也应该要负起更多的责任，包括像是其实包括在我们的中央的国会的立法院图书馆就每个立法委员的个人的页面，那在这个个人页面里面，我就可以看到，每个立委他在每一场会议里面到底都发言了什么内容，它是逐字稿方式的呈现那另外在议会呢，则是有台北市议会啊、高雄市议会，其实各自的网页的内容不一定相同，只是它都可以透过我们对每个议员的搜寻，就可以知道说，议员都实际在关心哪些议题那这部分是台南市议会还没有做到的部分。会中有新生代议员李宗翰、林义莹加沈振东到场相听，因分别摕着会期的报告，不管是书面，或者是透过网络直接向选民来交代。因为每个地区咨询的项目不一样，需要关注的内容也不同，甚至他遇到的选民服务
可能空污议题是比较广泛的，可是某些地方的排水改善，可能它的要求就不一样。那这些地方呢，其实我们也就是像这样子，把它分区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我们有质询的，我们有提案的，我们有向大家争取到哪些项目，也都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给大家报告。我的问政报告呢，其实我叫它工作报告。那事实上我会依据每一次的定期大会结束后，然后去更改不同的内容，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我在依我原本选举的政见提出了什么样的质询跟要求改善的方向。希望说透过网络媒体的一个脸书社群以及 IG 的部分来行销我们自己本身做了哪些事情，因为我们相信议员不是等到4年之后才告诉大家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而是每一天的改变，每一天的落实，都是让我们的市政可以更好的一天。目前台南市议会除了将大多数的会议来做直播，甲其他议会比较起来，已经相当公开。不过台南市也认为，还是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希望会用透过无同的方式，会用找出议员发言的内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儿童福利联盟有统计，一到寒暑假，较弱势的学生因为无学校的营养午餐通食，有4成拢是食无饱。所以台南市议员林美燕结合国际赛主会力量，伫5档前为南区开始，针对弱势学生发起免费供餐，一直到即马，平均一个长假拢至少有200位学生受惠。来自南区甲安平区等各中适合学生，接受议员林美燕结合国际赛主会、群英甲英美以及台湾里社区发展协会等团体爱心赞助，互即群较弱势囡仔伫放长假期间，共款有丰富的营养午餐通食。议员表示，该资助计划已经第5档，想我即群资助人专工来到议员服务处，来替学生热菜，嘛甲因做伙食中昼，一直问讲到食饱，场面相当温馨。提供这个服务，能够让我们单亲家庭或者弱势家庭的一些父母能够放心在他们工作上面，不要到了放假的时候我们小朋友没有地方或者到处去走，不晓得要到哪里吃饭呐。我们希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我想这样对他的智力也好，还有身体就是成长过程中是加分的。那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边做这个活动，然后我们这个主题也是呼应到我们狮子会里面我们五大项工作目的的其中一项关怀弱势救济饥饿的部分。也很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永美会，还有那个群益会，还有林美院议员服务处，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会中妇女联合会理事长李秀玲嘛代表这群囡仔收下赛主会加码加菜金，希望这款的爱心行动会当久久长长。还有我们的永康，还有永美、南营，还有以及群英狮子会，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共襄盛举，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儿童能够快乐的成长。根据了解，该计划5档来，每一个校热校寒长假平均有200位学生受到帮助。议员嘛希望抛砖引玉，互更较侪弱势学生立刻在摇巴肚。但新闻官及采访报道。第二个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伫寒暑假期间，一寡身心障碍学生会出现无人照顾的情形，所以台南市政府为100学年度开始办理身障学生暑期照顾专班，已经投入超过1亿的经费，或者学生除了照顾以外，也学到真侪物件。为了会当照顾到寒暑假期间身心障碍学生的生活甲学习，台南市政府自民国100年就开始办理照护专班，专职照顾寒暑假时期的身心障碍学童，互外出工作的父母会当安心。执行以来，得到真侪家长的好评。为了展现学生这段时期的学习成果，台南市政府特别伫咧暑假结束进前举办成果发表。激出精彩舞动人生的这个活动呢，主要呢是在鼓励呢我们身心障碍的小朋友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生命的特色。我从小被火车撞到，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让这些小朋友知道，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特色。那虽然像我左手断掉，然后呢，但是我靠着一路以来认真念书，还是可以成为自己生命中想要成为的那一个人。除了有精彩动态表演以外，伫现场嘛有真侪静态作品展出，显示出学生伫这段时间的丰富成果，成功达到暑期照护的目标。我们台南市政府呢，未来呢，在暑假针对身心障碍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特教班呢，我们要更加的来提供资源，让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找到自己的特色。今年暑假专班总共有46间学校加入，开设了67个班，互台南市超过500位身障学生拢会当受惠，嘛互学生得到展现自我机会，度过一个欢喜又充实的暑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导入传统技艺之一的米粉红仔相当出名，但是已经过身的老师傅杨振华的徒弟简维成，近年来专注伫创作大型的人形雕塑，目前正伫5行展出，而且佮结合师傅杨振华的米粉红仔，甲学生的作品，展现3代技艺传承。画面上会当看到真侪无同形态的作品。有粘土做的，嘛有木雕、铜雕等等，相当的多元。而这全部其实拢是以捏面人为出发点，而捏面人领域相当出名，但已经过身的老师傅杨振华甲吴淑美，因的得意门生简维成老师，特别将师徒3代作品做伙展出，让大家看到无同款的传统技艺。我们这次展览的主轴呢，就叫旨意传承。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展览的特色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有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学生，我们叫3代一起展览。我们的创作的部分呢，这次的展览里面除了有捏面人以外，还有人形。好，那以我个人来讲，我的人形的部分的特色就是说，我想，我们目前的部分是有分为原创跟统建。好，那原创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些复合媒材的创作，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把我们的土跟一些旗木。好，把它组装在一起。好，然后我们会观察那个木头的形状，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艺术创作。这个展览不只是呈现方式有真多种，作品造型嘛真多元。除了有大模、观音以外，甚至还有漫画角色，同款嘛相当有工，充分展现出艺术的多变性。老师有跟我说，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尝试那种动漫角色的创作，那就是由我来提供图片，然后老师就是跟老师。他就跟我说，最重要就是像脸部的肌理啊，就是他说最基本的那种3庭5眼啊，跟肌肉的一些比例啊，什么都是你只要这个抓好，然后你的角色刻画怎样没关系，可是你的比例什么都抓好的话，作品做出来就是一定会好看的。简维成书生的创作具有深浅的禅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伫9月2号进前，会当前往台南市吴园公会堂欣赏，感受无同款的艺术世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第4波的革命，其中 AI 人工智慧结合医疗已经是一种趋势。生体病医伫心脏内科的部分，就结合 AI 甲生医影像的资料，来辅助判断心脏超音波敢有无正常的功能，已经提悬到8成了。这项成果嘛准备到澳洲心脏学会报告，为台湾争取公营。
新台北新任议长蒋林在宣誓上近111年，就将兴建全台湾第一座智慧老人病院，运用现代科技来发展智慧医疗。上午，伊伫副院长陪同，由内科部主治医师刘炳燕首次发表该院运用伫心脏内科的成果，透过人工智慧来辅助判断心脏超音波感受异常的精准度，已经提高到86%。甲过去小数是自深的医生，至少开20分钟来判断，省时个成功。这个检查在一般的医师来讲，都也是蛮困难的。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机器不累，医师不累，病人也不累的方式，让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很精确的诊断。刚刚讲的8×6，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用机器来判读的话，大概有8×6的机会，它判读是不会有问题的。那这个在有经验的医师恐怕要非常非常小心，在30分钟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医生坦承，过去伫门诊面对电脑看病历资料的时间相长，相对互患者温暖的眼神上少，所以借着发展智慧医疗，除了减少医生读资料的过程，有搁较侪时间思考病人的状况，互不管开药啊，或是治疗顶面，拢更加精准。今日新闻本集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本地渐转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8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